高雄爱河有侪热门 IP 前往展出大型的充气翁仔，唔那带动观光人潮，还佫有江边相机。颠倒来看台南运河，虽然将要迎来开通100周年，有丰富的历史人文，也毋过互人的印象算是一个字臭。因此，议员李克维建议市府会当打造加比应甲一条街。今嘛一个运河，我觉得这个空间的使用人略显不足啦。我们要是可以那引进一些商业的行为啊，这个咖啡轻食啊，是一些特色市集甚至是小型的展演舞台。咖啡、音乐一条街的一个结合。除了每一档的龙舟比赛，根本无任何的看头会当吸引游客。议员表示，会当结合水花景观、市集经济，甲暗时啊的文化展演，发展一条具有观光功能甲城市美感的台南运河。台南运河游河的民间自提的一个 BOT 案，那这个招商已经启动啊，在民间资金的部分，我们预计是引进是1.2亿元，是规划是这样子。那预计会在2027年会完工，有3座的油气码头，会串联安平老街跟海岸的国华商圈，会形成大概6公里的观光廊带。夜景啊好，华灯初上啊好，夜幕低垂嘛会使，就是讲迄边遐爱有一寡足红足水的，因一定有景点，一定爱有景点，人才愿意来。啊，啉着咖啡，啊，食着轻食，啊，伫遐咧袂歹，嘛才有这个心情，而且准有音乐演奏、街头艺人的表演，这嘛较有迄个气氛。市府伫113年就启动 BOT 招商案，投入1.2亿资金，串联安平老街甲海岸国华商圈，同时鼓励青年创业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甲公共空间的使用率。台南新闻林高杨淑慧采访报道。